傳統中原普渡民眾攏習慣大量燒紙錢造成空氣污染，所以淡市今年積極推動紙錢減量、功德加倍環保祭事。今年市府再次甲各大公廟合作，呼籲大家響應以工代金、甲以米代金。市長為特強調，減少燒紙錢，將買紙錢的錢摕來做公益，不止心意無拍謝，也當為後代子孫累積福報、守護環境。保濕度會當互咱的集中操效率更較好，減少即個空氣的即個問題。另外呢，以米代金，還是以工業來代金，這種對等啊足濟所以咱八棟來已經2500萬的價值的以工代金、以米代金的這個推動，這是做無簡單的2500萬，你看這個金紙銀紙買這個有偌濟，比咱山當年過年時陣，咱嘛看到中廟銀紙買了攏一堆其實市民攏知影，大家市民攏知影。根據統計，台南推動以工代金已經邁入第8檔，累計超過4萬人響應，募集善款突破2500萬，換算會當減碳大約84噸。市長呼籲紙錢減量，無代表心意減少，重要是一份敬虔的心，佮轉化為幫助弱勢行動。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。